选举最后关键时刻，三党候选人英暗，阁有这个政见的发表会。依照上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讲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已经超过4成。国民的是咧话讲，伊的民调呢，甲赖清德正接近。若这个国民党的营务主席连战是发出公开信，以挺侯康配。大夫怎么看？现在民调已经回到4成，对接下来选情有信心吗？赖清德专心签名，面对记者的问题，拢无讲话。今日透早参加客家贡献奖的表扬典礼，积极要抢客家选票。我会在现有的良好的基础之上，来推动客家新6大行动方案。除了公政策，嘛一直强调对客家文化敬重，每一张票拢无被办过。根据美丽岛电子报今日公布追踪的民调，赖小培的支持度达到40%，突破4成的大关。约伫后壁是侯康培，支持度28%，郭英培支持度是17%，排第3。大家也要有信心的，其实我们的民调跟赖清德很接近。郭文泰是真有信心，1月7日开始到12号，将会伫北中南达港不同所在进行车队游行。5点就起床了，因为6点就要赶到机场，7点的飞机就来了疲累是不会了，不过就是反正每天这样跑嘛，从早行程安排到晚。那样透过分进合集的战术，赵少康到金门替家互选，嘛透露侯友宜的家屋将会伫选战的最后坎站，可能会出面来挺红色。伫这进程，前国民党主席连战嘛透过公开信挺侯康培，表示希望因会当选，用上新的民意基础行利度备拨乱反正，互两岸会当重新甲党内和平发展的道路。每一个人手中的迄一票，除了是支持政党轮替，嘛是为着幸福人民真正的公义。那日北绿空战同时出动，要伫最后的坎站全力拼胜选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